女人打算泡澡缓解疲劳，殊不知一个男人正在门外偷看。然而这一幕被大呲花的丈夫发现，却不想她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将狗剩拉到一旁，因为自己受伤不能再有子嗣，硕大的家业无人继承，因此富贵拜托好兄弟，希望他能助自己一臂之力。狗剩听后又惊又喜，没想到还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一旁的大呲花欲说还休，很快就到了计划实施的时候。大呲花心中万分紧张，她拉着丈夫的手，希望富贵能留下陪着自己，而富贵内心万分煎熬，只能背过身去。里面的动静几乎让他崩溃。可这样的事情一旦有了第一次，很快就会有第二次发生。这天富贵外出买酒回来，就听到了里面妻子的惨叫声，痛苦万分的他只能蹲在角落。在狗剩的辛勤耕耘下，大呲花很快就有了身孕。但面对痛苦的丈夫，大呲花纠结不已。她深深地爱着富贵，可怀上别的男人的孩子，因此狗剩再次来探望大呲花时，崩溃的她直接跳下了万丈悬崖。